2026年丙午年嘅講下屬狗嘅生肖運程。丙午年屬狗嘅朋友咧，今年咧性格咧沉默，主觀性強，原則主義重嘅。吉星有山台、華蓋、地解。屬狗嘅朋友咧，職場上嘅工作咧呢方面咧，適宜做啲發展研究呢方面嘅項目，係對你非常之有成就嘅。同時咧就可以令到你咧地位呢方面嘅提升。有啲問題咧，普通人咧係唔可以解決到嘅，但係反而喺你身上咧可以迎刃而解。今年屬狗嘅朋友咧，如果工作上咧做啲研究啊、學術分析，或者幫其他人解決問題，譬如律師、社工之類嘅話咧，係對你事業呢方面係非常之順利嘅。財運呢方面，正財咧係唔錯嘅，偏財咧就反而咧就要量力而為啦。感情呢方面咧，屬狗嘅朋友今年咧就冇舊年咁多桃花，今年咧反而咧就係唔識得體諒對方，自以為是，感情咧容易出現咗不穩定嘅情況。屬狗嘅朋友咧要注意一下啦。讀書嘅同學們咧就今年咧好有研究嘅精神，學習咧就係好專注。空星咧係有披頭、官符同埋五鬼星。今年屬狗嘅朋友咧就做事咧就容易咧疑神疑鬼，小心咧就被人哋暗地裏咁樣傷害你，背後咧就講你是非，同時咧小心官非，小心被硬物所傷破相。化解嘅方法可以佩戴兔嘅飾物，可以加強你一年嘅運氣。